今日已经11月27啊，过无几天，2023年就要结束啊。回顾今年的大代志，大自然互咱人类的假使，伫今年这一年看现现。世界各地烧滚滚，温度是热破纪录，大型的天灾伫各地发生。2月份的时，土耳其发生规模7.8大地震；8月份的时，美国的夏威夷火烧岛，也若顶礼拜冰岛的火山爆发。天气反常，加上天灾，2023年真侪所在人是无啥好过。今年2月7日，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发生7.8个大地震，超过5万人罹难，900万人有路无厝。Başkanıma sesleniyorum. Hepiniz yardım edin. Hani gönderdiğiniz yardımlar? Hani kardeşlerimiz, bacılarımız. 另外，北非摩洛哥甲中东阿富汗也分别发生规模6.8甲6.3的地震，计共超过4000人死亡。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，今年到今发生超过140件规模6以上的地震，造成6万多人死亡。地壳活动多，火山活动就真明显。冰岛西南部格林达维克渔村附近的火山，12月18喷发超过100公尺高，土卡比顺3.5公里。另外，印尼苏门答腊岛梅拉比火山12月初3嘛爆发，75个登山客受困，落尾23个人罹难。除了对土卡底引爆的天灾，今年2月初，互人号做上长火烧的风台弗莱迪，过半月才散去，伫非洲东方莫桑比克停用2届，造成176人死亡。马拉维是一天就摔1个月雨量，全国停电就1000人过身。zachilendo zetu kuziganizira palibe ndiye kuyamba nokufunana sopano kuti kodi nyumba apa inalipo nanga zakhala bwanji nanga anthu anali mmenemo zakhala bwanji。另外，北非利比亚9月副热带风暴带大雨，2座水坝记载未了放弃，沿海城市德纳区袂输撞到大海扫，规大片去互水冲平去，有3958人伫咧这场水灾当中罹难，9万人失踪。镜头换来看野火，今年8月8，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环境大风头加上警报系统各样，发生8年来上严重的火烧岛意外。火势拖烧4天，破100人死亡，万多人失去家园。Beginning we thought, oh, maybe the gas station was blow up because we can hear like something like, pop. Some people did not even get out from their house. 另外，3月加拿大火烧山，一声就烧到8月。根据加拿大森林消防中心的资料，计共烧掉1850万公顷的土地，大概5个台湾的面积。澳洲迄边，澳面科学中心统计到9月，野火烧掉46万8千公顷，其中室内灾情是澳面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。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，那天灾愈接，强度嘛愈强。联合国难民署表示，因尽力为气候难民提供援助。嘛，呼吁各国都要增加应对天灾的抵抗能力。记者苏明整理报道。